台中市大安区看溪连接到旧壳公园的景观桥，今年的8月，这个桥体已经中建完成，但是后续因为原物料起价，煞无够钱拿来安电火，所以这个桥一直放伫迄个所在。民意代表再度邀请到相关的单位到场来会勘，要来争取经费，完成最后一里路。 民意代表甲市会人员伫桥顶咧讨论，这座桥是过温寮溪接旧壳生态公园的景观桥。今年8月份，这个桥就做好啊，验过伫过程中因为原物料起价，无钱通安电火。啊，咱即摆电费来要装吼，都去差150万吼。 电的人数烦恼讲会影响通行的安全，所以讲民意代表希望甲市政府争取差不多150万块的经费，和这座桥有完整的照明设备。因为较早咧设计吼，就是不主浦东啦，吼不主浦东，啊，所以咱即摆每年吼，咱预算通过了，咱就要来施做。首先当然是以路桥的照明、通行照明为第一优先啊，所以那个照度的部分会用路灯的模式去处理啊，那光度是绝对会足够的。 市府管理局嘛表示讲，当初伫建设的时候，预留照明的光线差不多有100几座，将会采取路顶的模式，和这座桥有够光。